所在啦，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阮是讲好上金队。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嘉辉。大家好，我是蔡杰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赫。大家好，我是陈乐。哦，哎，尊长，阮搁来啊！我知影，太阳队恁搁要来提保状是无？是啊。啊，毋过甲你讲，我足无用的，我咧当洪小琴甲白大虾摕迄个行船日记甲小铺互我，啊，拢等无啦，啊，真正是12月工无用洗头妆啊！恁搁等一下啊，恁搁等一下。组长，哎，我这日记已经写好啊，你甲我检查一下。哇，总算是写好哦，来，写好我来看卖下子。哦，这个行船日记，白大虾，啊，你是安那这礼拜写甲这尔少啊？佮写一两纸尔？唔是啊，村长，我足无用的呢。你甲看这个大型号，我爱摒扫，而且哦，我搁陪洪小琴去市啊，对唔对？买一寡咱的菜色啊，甲煮的物件，我足无用，我好不容易较写这出来尔呢。白大虾，你搁有法度陪洪小琴哦？哦，你真正是3斤鸟要甲4斤鸟饲咧。啊，3斤鸟甲4斤鸟饲，吼！太阳队员，阮村长甲我学了，意思是讲哦，我足欠开。就跳开。感谢感谢。敢是？有听到？伊讲毋是。啊，你讲知即句话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你要去做这个代志，啊，你袂晓做。其实有讲到一半哦。我是讲你想要去做这个代志，啊，毋过你的能力根本就无法度负担嘛。啊，你家己就做袂好，你搁要去甲人斗3工。洪小姐，来，换你的小波摕落来看卖。小波，小波。哎，看你这小波有啥？第一条，洪小姐，啊，你这条买菜是毋是有写毋对，还是记毋对哈？我看，真奶奶，啊，歹势啊，村长，我可能哦，我吼，迄饲计算机时无说饲唔对去，歹势歹势。啊，好啦，不要紧啦。人讲哦，狗卖跋落树骹啦。所以哦，你今仔日甲算算的，较暗交我，知无？狗跋树骹，他们对，村长是甲我骂，还是甲我报啊？伊的意思是每一个人拢会做唔对代志。做唔对代志有很牛哦。就算讲哦，你搁较接做的代志，你嘛有可能会做唔对。所以哦，狗卖跋落树骹，你看伊照到爬树啊，伊嘛有可能有一个无对，无细哩。出去出去。嘿，出去啦。所以你讲好啊好啊，还是知无？啊，毋是啊，重点是安怎我讲这俗语，恁两个拢听无啊？唔是啊，村长，这哦，迄足侪俗语，阮平常时根本就袂摕出来讲啊，所以阮当然嘛唔知影这个意思。恁两个嘛较拜托的，这是古早人的智慧，你若是无甲学起来，是恁的损失。我来问一下探险队员的，请问一下，恁敢捌听过什么款的俗语？有啊，死狗死根，无米煮含鸡汤。哎呦，哇，这句话你是你倒位听的啊？阮阿嬷讲的。你阿嬷讲的啊？讲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古早人的智慧，阿嬷的智慧，阿嬷嘛是听古早人讲，伊甲记起来。哦，这就是一种传承啦。无吼，恁少年袂晓想，食老都唔正样。真的呢。讲到你会晓讲尔呢？你要讲几无啦，句是吗？我你要讲，我来来讲一句啊。你先讲。村长啊，你逐工对我呢一支喙两块皮，也会讲也会回。哎呀，这个是老人在讲的啦。啊，你甲我教。好啦好啦，加油加油，就是这种精神呐。你看，伊随法都反映出来，对不？对，而且今仔日真正真好的咧，会当摕宝藏，还可以当学台语，还可以当学俗语，伊真好的呢。好啦，足好的啊！啊，你即摆足好是要摕宝藏就对啦。是要摕宝藏你休困啊？无啊，拢在想要摕宝藏学台语啊。你若无想要摕的感觉啊？你敢有想要摕宝藏？好啦，既然有想要摕哦，啊，今仔日个一直你讲的俗语，我就考恁一个小小的考验。考验。啊，恁若是对，就通啊来摕宝藏。好。这句俗语足简单的，就是1.2个蒙拉减西裤，用这句话来造句。我在家学台语，啊，搁摕高中，真正是1.2个蒙拉减西裤。表演到真好。
我就答应你，和你来提补中，恁准备好未？好啊！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天来甲！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新着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得甲我平较安呢。 Let's go。你倒。兄弟，咱大幸好哦，来了四位亲戚。哎呦，哎呦，来甲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来阿姐，姐阿姐，你第二位是阿阿伯，伯阿伯你好，第三位是阿哥，阿哥阿哥哥，点姐，第四位是阿婆。阿伯，哎，俺拢知影，这个称呼恁亲戚50敢有定定咧叫无哦，我有哦，有哦，阿哥，有迄，你敢有几阿哥？一个哦哦，一个阿哥，我啊你咧？咋十个，十个是十个，阿伯阿哥阿姐哦，阿哥你有10你有10个？个阿哥，大概大概大开啊有10个哦。大开，一个用大开呢？大开，哇，这样哦，好安尼，因可能对咱即届主题亲情的称呼可能会较了解。是好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咱4题通啊摕1块大片，8题就2块大片，知影哦？知影。好，来哦，准备接招哦，现在噶，出鱼啊！阿哥，你用两只手，按两只手，一只手抱袂着。阿伯，啊嘿，哎，啥啦？两只手，两只手，两只手才会当抱着。阿伯，阿伯啊，阿伯吹过啦，来啦，看伊鱼仔落来啦，阿伯吹过啊，还搁吹过了啦，啊看伊鱼仔落来，才好哦。高博高保掉，啊，看头前念哦。装顺，哎有啊，来，阿姨哎，对哦，阿伯，在人想要做阿婆咧，哦，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唔捌了了。哇，搞到波都是叫钓鱼啊啦，阿哥，两只手看好势。阿哥，你是该机会啊？啊，你是我上班呢？阿哥看鱼啊，你莫看红小姐，你要看鱼啊，阿伯，阿伯袂歹好，哦。阿伯来，阿金阿金很水哦，好，来来来，四题哦哈。阿哥，看鱼啊，看鱼啊，哇，快呀！阿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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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脚技工这高袂歹哦，哎跟你姐有关系。阿伯，手头前啊。阿哥，阿哥啊，你在困啊？阿哥，阿哥，阿姑阿哥，宝宝宝，哦，阿哥卡手最厉害哦，一张水，一丢，哦，七题啊。哇，这题啊，最后一尾，上尾一尾，阿伯，阿伯一定要好掉啊！好，啊，我想要伫个考试进前问一下阿哥，阿哥你身体有欠安无？啊那拢是抱袂着鱼啊？你看无哦？近视啊，哥，你敢有近视？有一点点啊。一点点啊，啊是我啦。阮眩目镜少你挂。阿伯阿哥，迄个应该是迄个闪光，哦相公啊，嘿，相公哦。好，安尼咱来学习这个 bonus，这个 bonus 是相公出来的啊。哇，哇，厉害哦！咱做伙念一届吼。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唔捌了了。喂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第一代拢足好足好的，啊，第二代就是我认识你，我熟悉你，熟悉你表明你啊，第三代我唔知啦。啊，就拢唔捌啦。我跟你有亲戚关系吗？敢若无？佫敢若有？看上就是一代一代安尼看落去，其实吼会愈来愈清楚，会愈来愈远，就是即句话的意思。
咬赞来看卖啊！哇，想讲有秀起来，啊，不过bonus叫提起。来7分2块大片，请提。来，摕着大片，大声甲念出来。台湾的龙山鸡，是这个，熊熊，小来大起立。一台千，二台变，三台起了了。好，第一关2块大片，后一关准备接招，赢来个。好康到小报，一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练去倒一空，另外4位队员要讲出相对应的答案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看恁会当钓到几题。莫阁惊啊啦，拢个 pass， 我的保障就安全啊。来哦来哦，来到这关是变怎算呢？看这球台顶头有几个字？4个字，有啥物字敢看有？第一个字安，哇，门，剑，剑，啊剑搁通啊读啥？正正。正，啊，我先甲恁讲安怎来摕大片。咱6题通啊摕1块大片，12题通啊摕2题，了解哦？了解。头先我有了解到，听讲恁其中一位有去参加运动比赛，是啥物人？运动比赛。家辉啊，家辉，家辉，你参加的运动比赛是啥？牵球，来，出来示范迄动作，看卖我啊！看卖一个。有机会无？哦，你来这。啊，你来这。德姑好，你来。先先摕管，直接管。嗯，后一个动作是啥？放在这，对按滚啊这，对甲肩胛头。对。啊，还有什么姿势？哦。小厉害。哎，迄姿势就是最标准。主席，好，啊，你准备好未？真正要来摕大片啊！到底通摕到几题咧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来，手挥手。哦，安会用的，安其实足济。哦，我啦，我看迄个家辉哦，安全啦，迄一棍落去，咱可能会倒哦。咪咪毛毛，哦，哎，就稳的。好，足稳的安安全，安全安心，安心保安，保安哦保安安平古堡。安平古堡对。好来，你最安平高宝我的足想要搁去一届。我会用的，我。嘿，我家辉就知，阿姨真正知。外靠，外口外星，外卫星，卫星，哦卫星哦卫星。鬼出，出国，出国，外宽期。外关，浪费时间关期。伊咧浪费时间，你甲看，来开始啊！我是外关。我想要讲一款无共款的。哦，你有你努力啦，我们拢知影啦。我看得出来啦。外宽期。你讲消磨人的时间。哎，都是我。厉害！外面，外面，外 pass，外来一性， pass 一 pass，外性，外性，外表。外表。哦好来，希望各会当是我，来，嘉伟，因讲你想要挑战我，我啦，我要挑战。安尼阮的节目更加好看哦。家我啦辉，，我啦，你拜到啊，家辉。哎呦，后边。嘿，底下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，门口，门口，门串，门跨掉，开门，开门，安全门。安全门。好来，你拢这么信心的咧哦？你是外国人哦。嘿啊，安全门，安全门，哎，我这边开始有淡薄紧张。安，平安，平安，安，pass，哈？会怕是？罗安，我讲什么我？外头，还有外头，是哇，什么我？室外。色我，色我还是色？他讲的丝袜，谢我，丝袜色我，no。啊，还有什么我？瓦郎，瓦郎，瓦妈，
我妈啦，我妈，我吗？是我吗？敢是我？敢是我？因为开始怀疑我的第一。不要紧，我讲今仔日咱这亲情吼，因的发音拢差数，啊，不过因足勇敢去讲，我觉得真好。啊，不过我今仔日咱队长讲话，敢若外国人，外国人配外妈，如何？拍谁？拢讲哦，真正超过12分啊，16分2块大片，来，请睇。来，这个大饼大声的念出来。两对哦，水客啊，好，银子，霹雳，来这。哎呀，真正无简单啊！这阿婆甲阿伯阿妹阿姐，搞阮摕4块大片去啊！这阿伯你是上尾哦，来，一定要甲收起来，准备接招，那个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2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来咯，要甲动物赶转去咯。直接先甲恁讲啦，安怎摕到大片？2题通啊摕1块大片，3题人拢过，就2块大片。了解哦？了解。头先有了解到家辉哦，伊是参加体育的比赛，啊，其他的人敢有啥物参加啥物比赛？画图啊、朗读啊，是演讲的比赛。跳舞啊，演讲哦，啊，你什么时阵参加演讲的比赛？顶礼拜，顶礼拜啊，哎呦，哦，所以伊拢足敢讲的，足敢去表达的。有迄你咧？台语的朗读，朗读比赛。台语的哦。所以你看，今仔日排出来拢是厉害足的。强的啦。啊，拢准备好啊？好。好，请就位。好，来哦，到底通摕到几块大片咧？一个。加油！他今年时阵较细啊，他较大啦嘞。加油！你看啊，啊，人要笑来哦，你嘛要管。来，安怎有当时啊？安怎？来，安怎有当时啊？安怎？我有当时啊收水，有当时啊招标。好，来，变动来嘞，调较好用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歹讲啊！哎呦，孙子这只安怎？甲你共款就车痴的。假期的啦，你想要跟外国人？我是绝对外国人，袂使拍掉哦，袂使拍掉哦。拍掉靠人婚，轻啊！哎，这门骹口啊较轻的，拍掉来靠。啊，这门骹口囥下啊，你哦慢慢来啊。你互伊当下啊一个啦。啊，小我，阿伯你未哦？阿伯哦。好，你别。听讲，提醒甲木牌，我母拢甲我提醒，提醒。提起爱收拜拜。哦，对。哎，阿母提醒袂歹，真好。有时特别来收抽。哎，拍掉，袂使拍。哎呀，剩无到1分钟的时间咯，到底敢有机会？别拍。头先那船就好笑的。哎，那啦，一气节拢冲啊！我不会听话啊！加油啦！加油！来行哦！听讲，来，想要安怎记住？我想要出去耍，继续下了功课，加了功课，功课加了。加了。哇！
好，来听我讲哦，你头先表现得真好啊啦。你若想要出去耍，至少安怎？功课爱写了。你要做的迄件代志爱放在头前，啊，你的动词放在后壁。功课爱写了。功功课爱写了。好，咱搁来想别句，看卖有其他的做法。我想要健康，至少爱运动。好，会使。来，天气甲白白。拜拜。阿母提醒我，卖这拜拜。接白白哦，接白白莫安尼啊。哎呦，对不对？莫接白白。对啊，莫一直接啊。你最奇怪，你最奇怪。你来，无咱做接白白。不是你安尼，为什么你会学到？有啊。对啊。我头接。好，好，咱来看卖啊，恁通啊摕到的是哇，三题拢过，通啊摕两块大片啦，请摕啦。来，你只大片大声念出来哦。拜哦。菜蚵啊，好加来，油啊！油甲好豆，来，打起你。哦，阿哥厉害哦，阿哥。哥。来，有个到。好，哇，想袂到咱这亲情探险队遮尔啊高，通啊摕6块大片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嘞，现在个。来自光复国小的探险队要来摕宝藏啊！啊，恁敢有想要耍位摕遮尔啊侪大片？无，就照安尼，照安尼落去背。对，哎呦，无要耍。安尼两康的机会就大哦。真有自信哦。规定嘛是会着迄两康啊。对啊。嘿好，咱尊重恁的意见，手甲换咧，真咯。较大力的哈。即摆伫色卡对无？对，小 K 爱飞超过色卡，就是飞超过1空才有准绳。好，到底讲互国小的探险队敢摕到宝藏咧？请飞！过先听。飞色卡！反正。啊那这够赞啦，这个嘟嘟啊好啦，你看即摆搁单上去啊！来，上心呢。啊，重新咧啊！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来，看看哇！这是呢。哦，这趣味豆鱼送互恁。对啊，这趣味豆伊哦，足好耍的哦。叫我一个，我甲你讲，伊这吼就是咧讲吼，咱人啊，就是上紧急的时阵吼，会讲迄个实话，啊，所以吼，伫咧5秒的时间，就会使讲出你心内话。哦，就是你5秒要回答就对啊啦。对啊，即摆开始啊，5秒。开始5秒，你即摆你今仔日的心情？就滑稽耶。 3、就好顺呢，那好帅，就好耶，这样子。你我讲讲啊，我意思。啊哥，这就是你的心内话。对，伊要因为足好耍的，足趣味的，足欢喜的。啊，你等于好好耍这5秒，啊用台语去耍，一定会加足趣味的。好，继续讲台语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爱台语。